神功终于要大成了，可以好好会会这世间的各路强者。恭喜盟主！既然你三番两次的让我当盟主，也罢，等我神功大成之日，就是我继任盟主之时。那我这就去准备，预祝盟主神功大成。我让你备一些礼物，怎么带来这么多人来？哦，林晴是武盟最近收的资质最好的弟子，想请您指点一二。要是能留在您身边学些功法，就更好了。请盟主收我为徒，林晴愿侍奉其左右，为其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。哎，不必了，我可不收徒弟，而且让我老婆知道了身边有个女人，她还不得误会啊？这些就是你准备的礼物。是。黑玉断续膏，刚好爷爷腿脚不便，送这个给他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啊，这个我要了，月饼也留下，其他的拿走吧。是。太极拳能强身健体，中秋佳节送给爷爷当贺礼，再好不过了。盟主晨曦的样子好帅呀！老婆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这就是宛如那个老公。沈家好歹也是江城五行排得上号，怎么找了这么个既非五行又非世家名门的女子进了沈家的大门？还不因为他傻，3年前把这个土鳖带回来，还嫁给了他，把我们沈家五行的脸都丢尽了。王少，您放心，让婉柔跟这个废物离婚，改嫁给你，那可是我们沈家上下一致同意。爸，胡说什么呢？这件事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。王少是来找爷爷商量武盟的事，顺路过来的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中秋宴，我让你准备的礼物，你准备了没有？我想趁爷爷今天心情好，让他在武馆给你找个事做，这样你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。你放心，礼物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而且还给爷爷准备了一个惊喜呢。还惊喜？你看看你这个废物样子，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？不，你让他参加家宴，你不是恶心老爷子吗？爸，再怎么说楚明也是咱们家的一份子，那个废物也配？你还是赶紧离婚，嫁给王少吧。王少年轻有为，已经拿到了武盟弟子令牌，成为武盟内门弟子啦。你们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还要明知故问是吗？好，我也不妨直接告诉你，王少才是我女儿的良配。王家主身为武盟的万门长老，可是帮了我们沈家不少。包括这次沈家挑选弟子到武盟培养的事，那可都是王少争取的。哎，小事一桩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宛如，你可别犯糊涂，王少一言就能决定沈家今后几十年的兴盛。我家小轩进武盟的事儿，还指望着王少呢。这件事情我是不会答应的。我既然嫁给了楚明，那我心里就只有他一个人。好了，今天毕竟是中秋，又是沈老爷子大寿，扫兴的事就不谈了。我还要随父亲去迎接武盟大长老，其他的等晚上给老爷子祝寿时再说吧。这件事儿由不得你，王少。要是楚明能够进武盟出人头地就好，这样爷爷就不会逼我改嫁了。老婆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事，您把礼物拿上，咱们快回家吧。喂，小姨，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终于见着盟主了。你是不知道他有多厉害，而且他又年轻又帅气。我要是能嫁给他，我这辈子都值了。到底是有多帅呀？能让我高傲的小姨都犯花痴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偷偷拍了张照片，发给你啊。啊。等我挂了电话发给你吧。果然是能嫁给他，真值了。小姨，你喜欢就去追，我都支持你。虽说盟主结婚了，但是我也可以挖墙脚啊。
好，这么好的男人，我绝对不能放过。那我就等着喊盟主一声小姨夫啦。完，手机没电了，你……小姨，老婆，走吧。走。大伯，小轩进武盟的事儿，就劳烦你多费费心了。放心吧，等和王少成为一家，这小轩进入武盟，他还不就这一句话的事？那就仰仗大哥了。爸，二叔，岳父，二叔，今天是大好的日子，你怎么把这个废物给带了？楚明是来给爷爷过寿的，还给爷爷带了贺礼呢。就那一盒月子地摊上买的吧，还贺礼？这是武盟的印记。我看你他妈是疯了！这武盟的印记你也敢冒充？这本就是武盟的东西，不是冒充的。是不是假的？我一看就知道。我爸可是武盟江城分部负责采购的，拿这些假货糊弄外行人就算了，敢糊弄他？没错，这是金字金边的武盟印记。我在武盟都待3年了，从来都没有见过。你是不懂门道，用了假货来冒充糊弄。他这么个垃圾，你敢冒充武盟的名头，还不赶紧给我扔了？别，这月饼啊，不要就算了。这个是黑玉断续膏，可以治疗爷爷的腿疾，价值连城。好东西，我看看啥玩意儿？好东西啊！没有品牌，没有生产日期，3无产品，你就拿这个给老爷子出烧？也就他这种废物才好意思拿得出手。都跟你说了，不要带他来，丢人现眼的东西。楚明，这个膏药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他们误会了，这膏药是用数十种千年的药材提炼出来的，真的可以治疗腿疾，价值连城了。笑死我了！什么黑玉断续膏，还价值连城？你是真能扯！就这东西，就是地摊摆的垃圾货。你们不信也就算了，这样吧，等爷爷来，他老人家见多识广，一定认识。你啥意思？你当我是傻逼，有眼无珠，看不懂这个？这么好的东西，扔了多可惜啊！还是等爷爷来吧，等他来了，自然能明辨真假。没钱就没钱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呀？就你这个垃圾东西，敢冒充武盟的名头，你也配？是谁胆敢用武盟名头招摇撞骗？没有人冒充武盟。对了，王少，你不是和王家家主一起去迎接大长老了吗？宛如，大长老有事要安排，晚点过来，所以我就先来。王少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王少能光临我们这儿，真是让我沈家蓬荜生辉呀。二位叔伯客气，这是我为沈老爷子准备的贺礼，区薄礼，不成敬意。哎呀，王少，你过谦了，这礼物一看就非同凡响啊，可比某些废物送的强来100倍的不止。浮于表面，未必就是好的。来，去把老爷子请出来。王少，小轩，别闹了，快过来！我不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要多和王少这种大人物接触。哥，你看，王少送的贺礼才是武盟正宗的精品呐！王少，破费了，这得不少钱吧？沈伯不客气了，这些都是我从武盟随便挑选的，不值一提。我还怕各位看不上。哎呀，怎么会呀？这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送的礼物也都是武盟送的。没有，他开玩笑的。宛如，事到至此，你还维护他？正好王少在这里，王少可是武盟的内蒙弟子，让他看看就知道这令牌是真是假。王少，你看。金为金印，这是盟主专属的印记。楚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假硬
印记侮辱盟主，你是不想活了吗？什么？这是盟主的印记？楚明，你想害死我们吗？楚明，你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，我们能理解，但你也不用打肿脸充胖子，给我们沈家惹祸吧？武盟送的礼物，当然会有武盟印记，这很正常。够了！当着王少的面，你是想害死我们沈家吗？王少，今天的事儿还请你不要上报我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惩治这个废物。沈伯父言重了，武盟自然不会牵连无辜之人，但这个废物的胆子未免也太大。没有，王少，楚明他一定不是故意的，他肯定是买东西的时候被人骗了。婉如，你听我说。再说了，王少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饶过楚明行不行？求你。婉如，既然你开口，我就不跟他计较。不过为了这么个废物，值得吗？多谢王少了，楚明他毕竟是我丈夫。来人，把这废物送的假冒东西都给我丢出去，有多远就有多远！哎，沈伯父不要动气，我今天除了带来了武盟的特产之外，还为沈老爷专门准备了一份寿礼。武盟的独有功法太极拳。哎呀，谢谢王少。这太极拳据说是武盟盟主所创，只有武盟的高层才能习得。哎呀，这太极拳虽然增加不了内力，但持之以恒修炼可以让人延年益寿啊！盟主的功法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小轩若是用这功法证明武道，必会有一番成就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老爷子看了一定喜欢。王少，以后有什么所需的，我们沈家上下一定竭尽所能。他这本已经过时了，太极拳是我所创，这个才是太极拳的最新版。随便拿张纸乱写一通，就敢冒充武学功法，更别说还是武盟盟主的太极拳，真是可笑。对呀，你拿不出礼物就算了，还拿一张废纸在这儿哗众取宠，混账东西！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捣乱的。爸，请听我说，这本太极拳经过我改良之后，不仅能强身健体，还能延年益寿。别说大人，就算是小孩子也能修炼，成为一代宗师。荒唐至极！你哗众取宠要分个场合吗？啊，我们这些人需要你来教我们功法？故弄玄虚，真当我们在场的人都是傻子吗？这本秘籍是真的，要不是武盟的人求我，我都不会给的。别再大言不惭！太极拳乃是武盟盟主所创，能让这世间人人如龙，长安万寿。除了盟主，谁也不可能改良此功法。你难道是要说你是武盟盟主？没错，我就这么做。混账东西！你还敢在这胡言乱语？你拿一张废纸，说什么武林秘籍、武学至宝，啊，还说是个太极拳。你这要是太极拳，我跪下给你叫爷爷！我吃你大爷的！你们错过了成为一代宗师的机会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哼，樊如，你不该带他来，赶紧让他给我滚！哇，上面的小人居然会发光哎！难道楚明的功法是真的？难道
是真的。小轩，小轩，你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晕倒了？楚明，小轩如果因为你的破功法出现了什么问题，我跟你没完！楚明，你不是说你的功法没有问题？那你这又怎么解释？我的功法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小轩还没有修炼武道就出此功法，所以才会受伤。还在狡辩，你以为我们会信你吗？小轩，以后别什么垃圾都捡，听到了没有？你们不信就算了。楚明，你左一句武盟求你，右一句吩咐你，你还真当自己是武盟盟主？我刚就说了，我就是盟主，只是你们从来都不信我。放肆！你知道这是说什么吗？楚明，你打着武盟的名头招摇撞骗，被拆穿了，还敢在我面前冒充武盟盟主，你是在挑衅我，在挑衅武盟。皇上，楚明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快点跟皇上道歉呀！从头到尾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就凭他，呸！我本想看在婉如的面子上放你一马，可是你不识抬举，那就休怪我秉公办事。冒充武盟盟主者，死！夏，你给我过来吧，别管这个废物了。因为他一个人把整个沈家拉下水，你才甘心吗？楚明，你快道歉呀！就凭他，根本奈何不了我。好，好，好，嚣张的人我见过不少，像你这么嚣张的我头一次见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只有武盟内门弟子才能学习的绝世五行拳。不少，看来是动了真火了。楚明啊，必死无疑。皇上，婉如，我求你放过楚明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你放过楚明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好，我要你马上跟这个废物离婚。楚明，对不起，我没办法了，我你先起来，婉柔，你不必这般委曲求全。想动他，够格。我看你是着急投胎，去死！太极，太好了，天显异象。看来盟主的神功已经达成了。一门功法竟能引得如此天地异象，盟主的实力真是深不可测。只可惜我不能追随其所用。你马上传令下去，说盟主的继位庆典要提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楚明的功法是真的？难道楚明真的是武盟盟主？楚明，难道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回去后我和你慢慢解释。小轩，怎么了？小轩，你醒醒啊！糟了，小轩全身血脉逆流，场面混乱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要真的是盟主，小轩练这个功法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没错，武盟盟主传的神功怎么可能有问题？
让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还不都是因为你那破功法？你们是不是又给小轩偷偷输入内力了？出名！反倒怪我们调息有问题。小轩有什么3长2短，我们绝不放过你。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你现在还敢说自己的功法没有问题？真是死鸭子嘴硬！二叔，现在就不要说这些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现在救小轩要紧。小轩本就没修炼过武道，强行给他输入内力，只会让他经脉尽断。不行，必须用黑玉断虚膏。滚开！要不是你，小轩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要带小轩去医馆。别动他！这时候动他，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楚明，你就不要再胡闹了，你赶紧让堂姐带着小轩去医馆吧。去医馆又来不及了，现在必须马上给他上药。够了，楚明！用假功法把小轩害成这样，还不让他去医馆，你是何居心呢？别扯了，我只是为了救人。这孩子都这样，楚明，你还敢拿假药害人？我看你是想借此机会报复沈伯父一家吧？不会的，楚明他……给我闭嘴！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要替他说话？楚明，在小轩没有醒来之前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最后现在束手就擒。楚明他不会拿小轩的生命开玩笑的。老肉，住手！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怎么了？小轩，这是怎么了？爷爷，小轩变成这样都是他害的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爸，小轩看了楚明这么什么破秘籍，一练，小轩他就成这样。快送医馆，还等什么呢？爷爷，小轩刚刚抹过黑玉断虚膏，此时经脉正在修复，万万不可以动。黑玉断虚膏只有武蒙大长老才有一瓶，你怎么也有啊？回爷爷，正是大长老送给我的，本来是想给爷爷治疗腿疾的，现在没办法，只能给他先使用了。大长老送你？你跟大长老是什么关系？大长老凭什么送你啊？你胡说话之前也不动脑子。这么说，这个药膏是假的？楚明，我儿子跟你有什么仇怨？你要这样害他？楚明，你害我孩子，我杀了你！我跟你拼了！堂姐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在干嘛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小轩，小轩，你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妈妈我有点困。哦，这黑玉断虚膏是真的，药力在小轩身上起了作用，大家不要着急。什么？真的？怎么可能？黑玉断虚膏只有大长老才有，他一个废物怎么可能会有？我知道了，楚明，你敢偷武蒙的东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王少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楚明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那这黑玉断虚膏怎么解释？此物只有大长老有资格动用，他凭什么拥有？偷盗武蒙奇珍，其罪当诛。楚明，你竟然还偷武蒙的东西，你想害死我们沈家吗？楚明，
这鱼缸你到底从哪儿来的呀？我刚说了，大长老送我就是武盟。怎么，你又想说你就是武盟盟主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。大长老之前根本就不在江城，你还敢狡辩？大长老，您此番来江城，不知所为何事啊？我来是通知你，盟主已经深攻大城了，即日便会举行继位庆典。我想任命你为此次庆典的负责人。真的？不过我只是武盟江城分部一外门长老，何德何能担此重任呢？你就不必谦虚了。你们王家也盘踞江城多年，只要盟主继位，我便会设江城为武盟的总部，届时也会提名你为武盟的内门长老。多谢大长老厚爱，我这就让犬子去筹备此事。够了，楚明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婉如，好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那等顾天来了，亲自问问他，到底是谁？还问大长老？大长老何等身份？恐怕就算王家也很难见上一面。我们沈家凭什么？爸，你说，大长老什么？大长老真的到了江城？不错，大长老确实来江城，不过是找我爸商量武盟接任大典的事情。此事由我王家全权负责。接任大典，那王家岂不是可以直接面对盟主？你们可要想清楚了，楚明现在盗取武盟之物，还假冒武盟盟主，一旦被大长老知道了，你们沈家难辞其咎。你尽管告诉他，最好让他亲自来一趟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喂，爸，我有个事跟大长老说，这里有人冒充武盟之主。楚明，你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你想害死我们沈家全家？楚明他不是故意的，这件事情不能让大长老知道呀。此事大长老已经知道了，并且会即刻前来。到时候别说楚明了，就连你们沈家都要大难。完了，我沈家彻底完了。楚明啊，你真想害死我们陈家呀！大长老来了，我们沈家必死无疑呀！我儿子大好前途如果被你毁了，我跟你没完！王少，我求求你了，不用求他，我倒要看看顾天来了，大祸临头的是我，还是你？楚明，现在能救我们沈家的只有王少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给王少磕头道歉，跪下！让我给他下，他配吗？王家现在深受武盟器重，接任大典之后，王家必定扶摇直上。现在给王少道歉，王少还能向大长老替你求情。谁能救得了你？谁能救得了你们楚家？我不需要他救，楚家。楚明，大长老即刻就会来到，你还在这儿嘴硬？这样吧，你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或许会发发善心，给你求求情，让大长老留你一条狗命。楚明，王少都这么说了，你还不跪下？你在等什么？等顾天来，等王泽楷你跪我。他不知好歹想找死，我们沈家可是无辜的呀！对呀，王少，咱们两家有来有往，大长老那边还麻烦您求求情。他日就是大长老见了，也要给我王家3分薄面。我王泽楷不是薄情人，沈家的好我会记得。多谢王少了。只是楚明怎么说也是你沈家的女婿，有这层关系在，我很难办呀。婉如，事已至此，今天你和楚明必须有个了断。这件事关系到大长老，我沈家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。今天你必须跟他离婚。爸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楚明他不是那样的人。陈婉如，你还要糊涂到什么时候？王少才是你的绝配，只有王少才能救我们沈家。够了，不要再逼婉如了，
等武蒙的人到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等大长老来了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到底哪里不如这个废物？处处要维护他。开他，滚开！王少，你没事吧？你竟然敢动我！我要让你罪尸万段！楚明，你不想活了！你敢伤害王少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，不要！爸，王少，楚明他只是一时情急，求你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婉容，起来！你们沈家到底和谁是一家人？为什么处处逼迫婉如去讨好王家？有你们做这家人的吗？我们也是为他好，嫁给王少，总比嫁给你好多了。楚明，看看你做这些荒唐的事儿，不是在救婉如，是在救整个沈家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。等武蒙的人到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你们连这点时间都等不及吗？还跟他废话什么？先拿下楚明，打断他双腿再说。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跟大长老解释。楚明对盟主不敬，其罪当诛，给我拿下！谁敢对盟主大人不敬？小姨，林师姐，大长老没来吗？大长老日理万机，今天这事儿由我全权负责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下我可以放心了。大长老虽然没来，但此事事关武蒙，你们若是敢有所隐瞒，我也保不住你们。当然，我们沈家一定全力配合，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婉如，王家说沈家有人偷了武蒙的东西，到底是谁？怎么回事？人抓住了没？林师姐有所不知，这偷窃之人正是沈家的女婿楚明。楚明，你老公？婉如，你说说你到底什么眼光？怎么找了这么个男人？要不是我当时在武蒙修炼，我肯定回来拦着你，根本不让你嫁给他的。小姨，不是这样的，这里面有误会。楚明他人挺好的。好什么好？跟你说，婉如，你就是见识太少了。他再好，他能有盟主好？他能有盟主厉害？有盟主帅气吗？你再不济，你是不是得找一个老实本分的？他偷东西都偷到武蒙头上来了，能是什么好人？婉如，这事儿你别管，交给我，看我怎么教训。人呢？就是他。盟主。盟主，你是婉如她老公？我也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是他小姨。还好没收他为徒，不然不乱套。林师姐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林师姐，楚明他盗窃武蒙之物，更是胆大包天，冒充武蒙盟主。他们竟然不知道盟主的身份，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到底做了些什么啊？楚明他没有偷东西，小姨你相信我。婉如，林婷是武蒙的亲传弟子，前途无量，绝不能因为楚明自毁前程。你现在就跟楚明离婚，免得让小晴难做呀。离婚？看来盟主在沈家过得并不好。如此，我岂不是有机会知道盟主了？小姨，我不是希望你包庇楚明，我是希望你查清楚之后再下定论。不用查了，这些东西是我送的。什么？你送的？小姨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还能骗你们？不可能！你怎么会认识他？你怎么管这么宽呢？我是他小姨，我送点礼物怎么了？我看你分明就是包庇这个废物！你敢打我？我打得
就是你这个口无遮拦的蠢货！你什么身份？还敢在这儿说话？楚明，你放心，这儿有我在，没敢诬陷你。那就交给你了。怎么回事？之前小易还对楚明那么大意见，怎么现在这么疯？你可要想好了，此事关乎盟主声誉，我劝你想好了再做决定，否则你怎么跟大长老交代？林奇啊，我知道你这是为我们沈家好，可是为了楚明，这不值得。你还是秉公办事，我们绝不会怪你。是啊，小姨，你好不容易才成为亲门弟子，我不希望这件事情给你带来麻烦。我相信楚明不会让我失望的。这么好的男人却不知道珍惜，这不就是在往我身上送吗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这些东西是我送给楚明的，你们若是再敢诬陷楚明，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小晴，我知道，因为和婉如的关系想包庇楚明，可是楚明不仅是冒犯了盟主，他害了小轩。小轩？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因为楚明这个废物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个垃圾功法，小轩捡起来练了就变成这样了。您见多识广，您帮忙看看小轩。小轩气血逆流，已经伤及肺腑。这……不过还好有黑玉断续膏护住了心脉，否则后果难测。要是想根治的话，除非有盟主出手，要么神仙来了也救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朱大人，其实我们想见就能见的。林强，求你帮我们引荐些盟主，只要盟主肯出手，尽管是倾家荡产，我在所不惜啊！不是钱的事儿，盟主想要救，自然会出手。都怪你这个废物！我儿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小轩的事我会处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能请来盟主大人吗？事不宜迟，林琴，你去准备炼制归元丹的药材，去准备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出了事就想跑？闭嘴，滚开！林师姐如此包庇他，果真没想后果。他偷没偷武盟的东西，你我心知肚明。可如今他差点害死一个无辜的小孩，你还想把他动手？有眼无珠的东西，你还配挟起我？滚！小姨，谢谢你帮楚明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麻烦。我毕竟是你们小姨嘛。我先去帮楚明准备些东西啊，拜拜。你们不会真相信我说，刚才林晴也说了，只有盟主才能挽救楚明，凭什么？只有盟主才能挽救他，楚明凭什么？王少，我求求你，你想想办法。如今我王家正在策划接任大典，只要我愿意，我自然可以带你们去参见盟主。只是我们非亲非故的，我也不好向盟主开口。王少放心，我一定让她离婚，嫁给你，这样咱们就是一家人。爸，我是不会跟楚明离婚的，我相信楚明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陈婉如，你到底被那个废物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婉如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现在不跟他划清界限，他日盟主震，别说救小轩了，连你沈家也要遭殃。婉如，小轩还那么小，你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啊？王少，您放心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劝婉如答应你。可是小轩不行了，你快出手救小轩呐！好，可别让我久等。事不宜迟，抓紧时间。可惜了，来晚一步，否则就能提早一睹盟主风采呀。
爸。子干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爸，沈家有个孩子受伤了，想请盟主帮助。王长老，沈家的事儿与我们何干？还需要让我们耗费人情去求盟主大人？我爸的意思已经很清楚，我们两家要是成为一家人，我爸才愿意求盟主帮助。婉如，小轩现在命悬一线，想清楚没有啊？爸，你别再逼我了。婉如，难道为了楚明一个外人，连家族都不管了吗？之前林晴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放过了他，可他毕竟惹了祸，早晚会被捅出来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和楚明划清关系。楚明，就是那个偷了盟主东西的小贼？没错，爸，你是不知道，林晴仗着有大长老撑腰，包庇此人。等会儿见了盟主，你可得跟盟主好好说道说道。王长老，楚明所作所为跟我们沈家没有任何关系，请王长老明鉴。有没有关系，不是你们说了算。盟主大人出来，自有定夺。是，你们也不用紧张，只要我们成了一家人，这点事就不是事。皇上，您对婉柔的心意我都知道。您看，这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天我就让她离婚，改嫁给您。爸，我是绝对不会跟楚明离婚的。如果盟主非要处罚楚明，我愿意一并承担。婉柔，你被楚明这个废物耽误3年了还不够吗？之前你说他以后会有所作为，可现在呢，还不是废物一个？婉如啊，王少他年少有为，能带咱们见盟主啊。楚明他能干什么？一遇到事儿就逃之夭夭走了。你可不能糊涂啊，好好想想。而且这只是你们2个人的事情吗？这关系到我们整个沈家，还有我儿子的命，你知不知道？是我会求盟主帮忙，不会让小轩有事的。你光说有什么用啊？难道你开口，盟主就会救吗？你嫁的是楚明那个废物，又不是盟主，盟主凭什么听你的呀？好了，都给我小声点。是，此刻盟主大人正在里面炼丹，是被你们打扰，有100条命都不你们赔的。是，我们一定注意。子干，我跟沈家无意跟我王家结成亲家，你也别浪费时间了，让他们赶紧滚蛋，别能打扰到盟主。婉如，你可是小轩的小姨呀，你真的要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吗？婉如啊，不是我说你，王少呢能带咱们见盟主，以后王家必定飞黄腾达。王少有什么不好啊？像王少这样的英才，什么女人没有啊？他对你却一心一意，可见他对你的心思啊！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你赶紧签吧！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未经嫁人，是我配不上王少，王少还是另选良配。既然不愿意，我也不强求。找盟主帮忙这事，你们另寻他法。王少，别呀！我这就让他签字，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。婉容，嫁给我。今生你若不离，我便不弃。无论如何，这婚我是不会离的。混账！今天这个婚，你不离也得离。混账！今天这个婚，你不离也得离。爸，你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不孝女！眼里只有楚明，还有我们大家吗？沈婉如，你姓沈，你是沈家人，沈家辛辛苦苦将你拉扯这么大，容易吗？你现在为了一个楚明，连家族都不顾了。你们如果担心我牵连沈家，可以把我逐出沈家呀！反正这婚我是绝对不会离的。沈婉如，既然你不知好歹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要不签了离婚协议，要么等我王家崛起，第一个灭了你沈家。王少息怒，
我一定让他回心转意啊！婉若，既然你那么固执，就别再我们狠心了。吃，我不吃。大人要出来了，随我拜见盟主大人。拜见盟主。楚明是盟主？怎么可能？楚明怎么会是盟主？楚明，他就是你们口中的楚明？这群混账到底做了什么？竟然招惹到盟主大人！太好了，楚明是盟主，小仙岂不是有救了？你们刚刚在干什么？婉若，没事回去了。我没事，他们也是为了小轩好，你不要怪他们。楚明，你真的是盟主吗？之前我们有些误会，你原谅我们吧。误会。这次看在婉如的面子上，不跟你们计较。记住，没有下次。是。王长老，这位是你儿子。盟主大人，您恕罪，小儿不知您盟主身份，有错从上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我哪敢？他高高在上，指鹿为马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哪还需要我包涵？盟主大人恕罪，你个混账东西，赶紧跪下向盟主大人道歉，求得他原谅啊！我不信，他就是一个废物赘婿，怎么可能是盟主？一定是你跟林清合起哄来，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放肆！王泽凯，你活腻了不成？我是不是盟主需要你同意吗？盟主之位是要你王家同意了才算数。不是，盟主大人，您恕罪，小儿失言，我现在就出来。你混账东西，赶紧跪下道歉！跪下，你跪下，磕头认错！你给我磕头！磕头！你给我磕头！王长老，子不教父之过，如果管不好自己的儿子，我看王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盟主大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，我一定好好惩治他。自己看着办。你真的是盟主啊？对啊，这次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们走吧，回去再跟你说。招子给我放亮点，不是什么人你都惹得起。太好了，幸好没有见色，没想到楚明是盟主。是啊，小轩不仅有救了，进入武盟成为内门弟子也不在话下了。我们也不用看别人眼色。儿啊，你这下闯下弥天大祸，要是不给盟主大人一个交代，把我们整个王家都要大难临头了。慢着！爸，这件事有古怪，他如果真的是盟主，怎么会拿家务学欺骗沈家？沈家那个孩子差点没命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王长老和林清都说了他是盟主，难道还能说错啊？爸，之前见过盟主吗？没见过，是大长老吩咐说是盟主大人在此炼丹，让我看好了，不让人打扰。是说大长老是故意支开我？爸，
你被骗了。林青是楚明小姨，定然是他们和大长老里应外合呀！难道我们都被他们两个给骗了？盟主，我族的宫本一郎听说到接任大典的消息，也来到了江城。恐怕在接任那天，他会来挑战您的权威。我本就是要挑战泉下群雄的，他们既然够胆来的话，我就敢接。这点你无需担心。我不是担心您的实力，我族一直嚣张跋扈，我是怕他们搅扰了接任大典。那他们也得有这个嚣张的实力才行。若没那个实力，就是自讨苦吃。明白。这些年我隐瞒自己的身份，确实有愧于沈家和婉容。你去帮我找个地方，我要和他们道歉，好好的聊一聊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哎，爸，你们回来了。楚明那个混蛋的，让他给我滚出来！竟然敢拉林晴下水当掩护，我最饶不了他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你问问你那个好孙女。什么拉小鱼下水，什么打掩护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，爸。这楚明不是盟主吗？盟主个屁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楚明也不知道说得成吗？让林晴找大长老做掩护，把药拿到手。谁知道王长老误会他就是盟主，这是个混账东西！爸，爷爷，不管怎么说，楚明也是为了救小轩，只要能把小轩治好，其他的我都能弥补。对，小轩最重要，快去看看小轩怎么样了。哎呀！小轩，小轩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，我感觉我很好。楚明，今天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婉柔，今天的事情是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而且我也订好了饭店，准备向叔伯还有爷爷赔罪。往后我再和你慢慢说。你以为光道歉就算了？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只要人没事儿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哼！王长老，你去天宇酒店安排一下。盟主大人今天要在那里请人吃饭，不要让闲杂人等打扰了盟主大人。是，大长老放心，我一定安排好，让盟主大人满意而归啊。嗯。大长老倒是会使唤人，那楚明的事就这么算了？去，到仓库把那颗天雷淬体丹拿回来，我要献给盟主。他顾天如此张狂，就是仗着盟主看重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是天雷淬体丹内蕴含大量雷霆之力，对断体大有益处。我们王家好不容易才获得，确定要送人？此物雷霆之力极为狂暴，天下间恐怕也只有盟主大人才配享有。与其在我们手上毫无用处，不如就做得个顺遂人情。若是能得到盟主大人赏识，再加上此番顾天包庇楚明一事，大长老之位就是我们王家的。好，我这就办。只要大长老倒下，我定将楚明碎尸万段。还有那沈婉容，我到时候一定玩死他。这里好美啊！这天宇酒店可是江城最大的酒店，
将位置选在这儿，这小子还算有点诚意啊，挺好啊。你们满意就好，以后可以常来这里。哎，诸位不好意思，今天武盟盟主要过来就餐，不方便接待，还请见谅。武盟盟主要来，既然如此，咱们换一个饭店吧。哎呀，是啊，被冲撞了盟主，到时候我们沈家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为什么要换？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准备的。楚明，盟主就要来，这里肯定被人包场了呀。咱们换一家吧，去哪儿吃不是吃啊？我想你们是搞错了，盟主就是我。你是盟主？楚明，本以为你是真心悔过的，看在你救了小轩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你竟然敢冒充盟主！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吗？以前的事情大家都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你真的不能再任性了。连你也不相信我？好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我们先进去，一会就知道了。进什么进？没听经理说吗？盟主大人在这里，你万一冲撞了盟主，连累我们怎么办呢？果然这么该给他礼。我们走。我不能，我就要在这里吃饭。听话，别闹，才能揍你了。好了，是真是假，进去就知道了。我们进去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让这家伙明明知道是盟主的酒宴，还要进去，难不成他是盟主的人？这都不是我能惹得起的，还是交给王长老。去，立刻通知王长老。都安排好了吗？爸，放心吧，天雷淬体丹是我亲自安排的，作为最后一道菜品压轴上场，盟主定然会喜欢。好，只要盟主大人喜欢，以后我们在武盟那便是如鱼得水。王长老，人来了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盟主。什么叫做不知道？难道还有人敢来我王家的地盘上找死不成？安排下去，随我去拜见盟主大人。是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一看就好好吃。大长老安排的还不错，大家伙儿尽管吃啊，不够我再安排。哎，就知道贪吃，你也不看看这些是你能碰的吗？堂姐，这是什么话呀？这菜上来就是给大家伙吃的，什么叫不能碰？天宇酒店作为江城最豪华的酒店，平常一餐就要上10万，这桌菜我连见都没见过，恐怕价值难以想象。你确定你有前夫？对呀，我说你连家族都没有，孑然一身。听说你结婚后去山上砍了3年的柴，你哪来的钱呢？别让我们吃完后，我们自己付账。放心，你们就大胆的吃就行了。你可拉倒吧，这事不说清楚，我可不敢吃。这里呀，说不定是酒店为盟主大人准备的。这万一出了什么乱子，咱们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。咱还是赶紧走吧。哎，爸，你们就坐下，放心大胆吃就行了，一切有我呢。不信啊，那我吃给你们看啊！哎，楚明，你确定没问题？我知道我说什么，你们都不会相信的。这样，等大长老到了，让他和你们说。咱们别等菜凉了，放开吃，放开喝，好吗？来，老爷子，上座。难道真的是我们搞错了？那我们可就真吃了。吃吧。这是什么？先看看就知道。住手！住手！这道菜珍贵无比，其上丹药更是要献给盟主大人的，岂是你所能触碰？王长老，王上，这是我王家为盟主准备的宝剑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什么？
还真是的。早就说了吗？这些菜无比珍贵，是给盟主大人准备的，你们还不信？幸亏我们没动，动了不摊事儿了。你这小子，看你干的好事儿！王会长，多有麻烦，我们马上离开。王少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可能走错包厢了，我们这就走。大家不用走，并没有走错。王长老，这顿饭应该是大长老让你安排。没错，的确是大长老吩咐我准备的，所以我才安排了这桌最好的酒菜，以及这颗极品丹药。此丹药珍贵无比，为此整个天域酒楼我已经清了场。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呵呵，我看他就是来偷这丹药的。这丹药侵入了我王家多年的心血，你偷不走，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这东西是有多么珍贵。住手！此丹药非无上强者不可服用，非盟主大人不可触。你定是不同凡响。王侯之中，我感受到一股天地雷霆之力，这个丹药内一定蕴含了雷霆之力。天雷淬体丹，你们居然还能搞这种东西，真是难得啊！你还真有点见识，居然识得这天雷淬体丹。你既然识得此物，就应该知道此物的珍贵，还不赶紧滚出去！盟主大人随时可能会到，你若是影响了盟主，万死难脱其罪。顾天让你们安排这顿饭，难道没有告诉你们，我就是武盟盟主？放肆！早上的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，现在又在冒充盟主，把我当成傻子不成？你刚不是说这丹药非盟主不能触碰？大胆！你有胆敢触碰，我就将你碎尸万段！哎，爸。天雷淬体丹虽武道强者不可触碰，这个废物触之即伤，他既然找死，你拦他干嘛？哼！啊！你怎么可能？连我都不能触碰，你怎么会没事？碰又如何？我还打算吃了。哎，楚明，这可关乎到你的生死，你不能吃。放心吧，老婆，这天雷，难道是盟主又突破了？楚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只是这丹药雷霆之力极强，淬炼了我的气血和肉身，这才熬出了一口淤血。居然没死啊！什么味道啊？怎么那么臭啊？这药效果然强，我去清理一下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在这陪他们就行。我去解决会。盟主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
顾天呢？他怎么还没来？大长老他有些事儿，让我先照看着，他一会儿就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去帮我准备一套新的衣服，我先去洗漱一下。嗯。看来楚明根本没事，难道他是盟主？什么盟主？死到临头还在嘴硬。若是盟主，怎么可能会吐血？此刻他的体内一定雷霆肆虐，五脏六腑俱被灼伤，才会浑身散发着臭味。什么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没事，盟主，走得快！我错了，看来大夏人还是挺识趣的，居然来了这么多人迎接我。你想多了，我们不是来迎接你的，我们来干嘛？我们的到来将会让这里蓬荜生辉，因为你们都是垃圾武者，竟敢不迎接我们！你说什么？你说谁是垃圾呢？放声！这里是大夏，还没有你们撒野的地方。说话给我放老实点！还闹舌寸。自从我跟随宫本先生来到了大夏以后，挑战了无数的强者，结果呢，个个不堪一击，不是垃圾是什么？那你是没遇到我们。有本事就好好跟我比试比试，我定让你见识见识我大夏武学的底蕴。不没呢？就算你们所有人一起上来，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劝你要自不量力。混账！有本事就手底下见真章。沈伯父，你且看我的教训。好好教训教训他们，就是看我们大夏这女之邦，从来不不起手，嚣张的人，不知死活。好好看，好好学，你以后也能像王少一样厉害。看来王少不是他的对手。狗迷我狗迷的了，再来！嘿，走开！还有什么？小小倭国也还嚣张。我来。爸，加油！大哥好样的！他外公加油！闭嘴，这里还没你说话的份。你看，找死！就这，你输了，马上向我道歉。你说说，再来！停！爸，爸！不耻！你竟然胆敢使用暗器，卑鄙无耻！妈，飞镖术不算武术吗？你比飞镖可以提前说呀，用暗器伤人算怎么回事？这天雷淬体丹果然不同凡响，如今实力又大增了一步。恭喜盟主大人！顾天把酒席交给王家就算了，人怎么还没来？盟主大人息怒，大长老也是实在没办法。如今倭族到处肆虐挑战，很多人都受伤了，大长老实在是分不开身，才将此事交给王家的。这帮人也真是的，不是都知道盟主身份了吗？怎么还敢犯事？算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情。看在淬体丹的份上，就饶过王家吧。倭族就是一帮跳梁小丑，只要大夏人人如龙，有何惧？哦，对了，这个是太极拳的完整版，只要是武者入门，一学就会。你交给顾天，告诉他务必推广至整个大夏，不必私藏。嗯，太好了。都在等我们，我们先过去吧。比武只分胜负，不分手段，终究还是我赢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既然你不会讲规矩，就别怪我们不讲规矩。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，就别想离开这个门。哎，
我国原来是可图，这一次我们的确没说好规矩，怨不得他。可是他们用暗器伤人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闭嘴！轮不到你插嘴，我干！大夏有句古话，叫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君はのただ的俊杰。我大夏乃礼仪之邦，自然不会做出失礼之事。你们来做什么？现在可以说。听说我们武盟盟主在此，我特奉总管先生的命令，前来下战书。告诉你们盟主，继承盟主之身是他的忌日。你竟然侮辱武盟之主，天人太甚！老东西，要不是看你腿脚丰富，定让你跪下和你道歉。你给！你想让谁下跪求饶啊？伤了人就想走，让你走，你想怎么样？跪下，道歉。跪下，道歉。面白いな。你は誰？怎么还想让我龌龊的勇士下跪？笑话！敢来这里闹事，你简直就是找死！他们只是来送信的。正所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你若对他们出手，恐怕有损大夏的颜面。颜面是自己争来的，不是让来的。礼仪是给君子的，这些小人不配。没错，他们不配。给我住口！楚明，你什么身份？敢在这里插嘴？王擎苍，你哪个战队的？你要闹汉奸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是怕你和楚明这个废物武盟的脸？够！这没你说话的份。跪下！口入色！楚明，小心！道歉，死！やめてくれ！やめてくれ！ごめんなさい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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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姨夫，打死他！闭嘴，这里还没你说话的份。我已经道了歉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你到底是来干什么？我就是替宫本先生送战书的。原来是个狗腿子，我当是什么大朋友？既然是狗腿子，就要有狗腿子的觉悟，把战书交过来。你在羞辱我！我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当狗，要么做鬼，你选吧。これはピンだな。我够不着。滚吧！给！大夏人，宫本先生不放过你们的！楚明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国主国力强大，武学精湛，你此举是在跟他们交恶，丢我们大夏的脸。骄傲又怎么样？倭族什么时候和大夏友好过？他们就是一帮势利小人，时时刻刻想着把你踩在脚下。只有自身强大，才能让他们乖乖的待在你脚下。在教我做事，你以为有林青替你撑腰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吗？你没资格对我说教。王擎苍，你说谁没资格呢？给我闭嘴！我可是外门长老，你就算是亲传，那也是弟子，这叫以下犯上。擎苍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爸，你跟他废话什么？依我看，直接将他绑了，前去倭国赔礼道歉，挽回两国之友谊。好，拿下楚明，对付林青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规矩。敢！我看谁敢对盟主不敬！
参见大长老。大长老，属下怎敢对盟主不敬？只是盟主一直没来，这里已经被楚明完全破坏，要不把他拿下，我王家无法对盟主交代。妈，盟主让他们继续说，我倒要看看，在他们眼里，我究竟犯了多大的错。今天的事，你就算想瞒也瞒不住。大长老，刚刚倭族派人来给盟主下战帖，楚明和林晴竟直接对倭族出手，还羞辱倭族。就是啊，如今倭族风头正盛，他们此举是在给我们树敌呀。大长老，倭族嚣张跋扈，若不出手教训，岂不助长倭族的嚣张气焰？沈长老说的对，我们堂堂大夏，岂容倭族小小放肆？武盟不惹事，但也从来不怕事。今天楚明才是真正的维护了武盟，乃至整个大夏的尊严。大长老，他什么他？你身为一个武盟内门弟子，连一个倭寇的小喽啰打不过，丢脸！只是一时大意，轻敌了。够了，你们两个马上给楚明道歉，我逐出武盟，不录用。大长老，你未免有些太霸。我们永远不向这个废物道歉。他说的没错，让咱们给这个废物道歉，绝不可能。放肆！太让我失望了，立刻给楚明道歉！息怒大长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王长老，你听好，你是武盟的长老，首要任务是维护武盟的尊严，不是欺负他人，懂吗？大长老言重了。大长老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我送你去医馆。顾天，这里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处理好此事。大长老，我国的宫本一郎已经习得了失传的绝学，如今风头正盛，所以我才失了方寸。怕什么？盟主新传了一门新武学给我，有了此功法，区区倭族何足为惧？哦，盟主传了新的功法。如今大夏强者都已经齐聚江城了。盟主说，先让我们学会功法，然后一一教给他们。此功法名为太极拳。太极拳？那他真的是盟主？妙，这太极拳法果然是精妙。在短短半日，我的修为便提升了2个档次。爸，这太极拳出自楚明之手，大长老对他这么客气，你说他会不会真的是盟主？我们该怎么办呀？难道他真的是盟主？十有八九就是了。就算他是盟主，那也服用了天雷淬体丹，看在丹药的份上，应该不会太过为难我们王家的。爸，我们已经与楚明结仇，就算他看在天雷淬体丹的份上不予计较，但也肯定不惜我们。我们王家在武盟的地位定会一落千丈。这如何是好？楚明和大长老不死，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。不如锦边诀，太阳是吗？行不行？根本上，我知道错了，请饶命。武盟带给你的羞辱，我会加倍奉还给他们。感谢宫本大人，感谢，一定会报仇的。你带给我走的羞辱，竟然连鲜血来洗刷干净。小姨，婉如，
哎，姐夫，你坐，你身上还有伤呢。没事儿，一点小伤，不打紧。行，说吧。不错了，我这次过来是给你们送请帖的。明日就是盟主的继任大典，我给你们留了个好位置。哎呦喂，太好了！一个请帖能带几个人呀？我也想去看看。当然是你们所有人都能过去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行，麻烦你了。那有啥可麻烦的？所有人都能不去，你们不能不去。那我可得好好去看看这个盟主到底长什么样，让小姨你沦陷。婉如，你还不知道？知道了。没事儿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楚明怎么还没告诉他们？难道？楚明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在沈家到底过得好不好？挺好的呀。他们都不相信你，还针对你，哪儿好了？只是这么多年，我隐藏了自己的身份，跟他们交流也太少了，身份猛的转变，一时无法理解吧。等明天真相水落石出，一切就都会好的。哎，算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婉柔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小姨关心我，问我过得好不好。小姨平时对别人都挺冷淡的，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？要不是咱们两个结婚，不知道还以为他喜欢你。你别乱想，不可能的。不是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他怎么就能是沈婉如老公呢？盟主所创的太极拳不仅强身健体，还威力强大，据说还能延年益寿，这简直是神技呀！没错，就连之前受了伤，在修炼过后都好了很多。有盟主大人在，大夏武学必定昌隆鼎盛啊！这么珍贵的武学，盟主竟然毫不私藏，而要广而推之，真是武辈之楷模呀！如今我们有了太极拳，这个倭族再敢来踢馆，定将他打趴下，一雪当日之辱。不错，如今就怕这个什么宫本他不敢来。就是啊，来，并不敢来了，来。请出示请帖。你看，没有请帖不能入内。你小小弟子竟敢如此对我讲，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但那又如何？我们正在举办属于大夏的盛会，外族人不能进入。你要想挑战盟主，就先到旁边等着，等盟主继位之后再来教训。宫本一郎亲自见，你们应该跪下，才敢阻拦。盟主，出来生死！五毛盟主，出来生死！来得正好，你公奶奶有气儿没地方撒呢。我早早向了战旗，与你们盟主决战，自要前来赴约，让你们的盟主出来受死。你可真是大言不惭，我们盟主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战。想挑战我们盟主，通过了我这关吗？哎呀，哇！你怎么了？肚子有点疼。我想上厕所，你们先去会场，不用等我啊。去吧，去吧。你确定？这早不去晚不去的，非得现在去。爸，要不咱们就等他一会儿吧。等他干嘛？参加典礼更重要。就是，今天去的人一定很多，去晚了还怎么求盟主收小轩为徒啊？好了，我们先走，让他自己去。你慢点啊。出来吧。王泽可。王泽可，你居然和倭族勾结在一块儿，好好的人不当，非得当不可。这不都还是你逼的？我是摁着你的头去给倭族当狗了。
给我闭嘴！我们和倭族只是合作，懂吗？自欺欺人，本质上和狗有什么区别？你找死！一会儿我把你嘴里的牙都打碎，看看你的嘴得有多硬！你们上！果然，我一直都想着，你就是武盟盟主。我没说过我不是，只是你们不愿意承认吧。就算你是盟主，你死！一拳！愚蠢！想用我所传授的功法来杀我，简直完全无可救药。你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我求你别杀我！聒噪！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你们的盟主到现在都不敢出来，他是害怕了吧？连面都不敢露的胆小鬼，根本不配做你们大夏的盟主。不如让我做你们的盟主。站住！就你，也想玷污我盟主的宝座？我愿意做你们的盟主，是你们的荣幸。美女，不要不识时务哦。我呸！就凭你，给我们盟主提鞋都不配，还想做宝座？做梦吧你！好泼辣的美女，那我就先征服了你，再教训你的盟主。我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就这还想挑战我们盟主呢？美人，别心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你只仰仗一个太极拳，不过如此。太极拳？你怎么会太极拳？是谁？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？我连我儿子都没教，就准备交给倭族，这不是通敌叛我吗？是哪个混账东西交给他们的？我们皆已到场，只有沈家未到。我看就是沈家勾结倭族泄露出去的吧？是哪个混蛋说我沈家勾结倭族？大家看到我这条腿了吗？这就是当年倭族打伤的。我沈家与倭族势不两立，谁要是胆敢勾结倭族，那就是与我沈家为敌。沈老爷子自然是值得信赖，但这半路上门女婿可就说不准了吧？不可能！王长老，休要胡言乱语。王长老何必再对他们多费口舌？与我一起把他们全部拿下！原来是你，青苍，你通敌卖国，简直是武盟的耻辱！你少拿这些来责问我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！混账东西！你这么做，对得起大夏，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你们大夏有句古话，良禽择木而栖。王家高瞻远瞩，跟随了我，自然会变得更强。王青苍，你放着武盟不待，偏要做倭族的一只狗，真是蠢到家了。若不是我王家在武盟看不到希望，我又何必如此？那都是你自找的，谁让你们针对楚明？盟主没把你赶出武盟，都已经是手下留情。不只是因为楚明，还有你和大长老，只要你们一直在我头上，王家没有无出头之日，所以你们都该死。大长老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他中了五毒散，马上就要死了。青苍，你卑鄙无耻！不只是他，还有那个楚明，我依然不会放过。我儿子阿凯已经去杀他了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就能看到他的头颅了。什么？楚明？我要去找他。去什么药？我去。姐夫，不用去，他们妄想杀楚明，简直是愚蠢至极。我知道他很厉害，
所以我特意向宫本街借了数十高手，就算他是盟主，一样得死。我派去的都是1等1的高手，只要他们出手，楚明必死无疑。意思，楚明真的是盟主？没错，楚明就是盟主。只不过你们一直不相信吧？原来如此，难怪大长老对他如此尊敬。可是他对我死了，就算是盟主，又能怎样？就算楚明是盟主，那又如何？最大的依仗已经掌握在我的手里，等待他只有死路一条。楚明的实力你根本不知道，在楚明面前就是个屁。我才是最强的。楚明，垃圾！垃圾的是你，小姨。放手！楚明不如我，大仙不如我祖。说不说？说。混蛋！抓人情算什么？放开他！有本事你和我打！就是你打败松井的，对吧？回来，去死！爸！住手！你个坏蛋，放开我大坏哥！说，现在杀了他！说，别管我，不能说，说不说？放开他，我说。现在说，完了！呀！想在我面前上，问过我了吗？这个，楚明，你可算是来了。爸，小姨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了吧？好多了。哦，坏了！大长老他中毒了。去把大长老带过来，这里交给我。楚明，儿子要是有个3成人管，跟你没完！王秦苍，你还有脸说？你们勾结倭族，简直丢尽了我们江城的脸！到今天这个地也是活该。圣者王败着狗，想把你们都除了，勾结倭族，那又如何？你的武盟盟主这么年轻，看起来不过如此。教训足够，你或许在大夏算得上是天才，但是不幸的是遇到了我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人生即将终结。楚明，你小心点儿，王家已经把太极拳传给了他们。无所谓，大夏文化博大精深，他们能学习习艺，他们领悟不到。那我就用你的太极拳来打败你，到时候看你拿什么嘴样！打死他！看他怎么嚣张！要杀了你！我看你也不怎么样。你别得意，太极拳我只是练的时间短，没有真正掌握它的精髓。接下来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倭族的第一刀法——杀神一刀斩。杀神一刀斩，楚明，你有当心！杀神一刀斩，传说是500年前柳真家的绝学，无论神魔，只需一刀，其速度宛如闪电。楚明，你可要小心呀！无妨，就凭他还伤不了我。尽管来吧，让我领教一下你这一刀的奥妙。能死在此刀法下，是你的荣幸。杀神一刀斩！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就这，看来我是高估你。
别管杀，杀了他！把他们都丢出去，省得碍眼。是。泽楷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咱们俩都得死，快醒醒啊！快跟我走，快走！就你们俩还想跑，没门儿！什么？还想跑？还不跪下，等候盟主发落！跪下，跪下！盟主，多谢盟主救命之恩。哎，长老，没事就好。畜生！枉我这么信任你们，居然投靠倭贼，还下毒害人，简直禽兽不如！大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楚明，我也知道错了，我不该给予沈婉如，不该针对你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！盟主，怎么处置他们两个？这两个心术不正，通敌叛国，简直丢尽了大夏人的脸，废除他们的修为，逐出从今日起永不录用。是。不要废除修为，我愿意赔偿啊！求你了，不要废除修为。对，你们两个的罪行该杀，废了你们的修为，已经很便宜你们了。滚吧，毒汉奸！滚！快滚！楚明啊，你看你这么厉害，一定得多教教你侄子。不如你收小仙为徒吧，快拜师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啊，不必那么客气。我会将我的功法无偿的推广出去，让大夏人人如龙，个个登顶武道之巅。恭请盟主大人继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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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，一起吧，这是我们共同的荣耀。